来，都过来看看，我身后这俩小伙，来这点，河南商丘的啊，来到这边签合同多少钱？说的8块钱1个小时，1小时签到8块，靠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人家过来几天了，活还没有干呢，交的乱七八糟的费用，说的什么安置费、白纸费，刚才还说要买衣裳的，啊，还有连厂也没见到的要交个支付押金，你这不扯淡的吗？你像这种啥还没有干的啊，是有体检不体检的，房子还没有住的，一个钱都不要给交，这都是要钱的。交完钱之后，人家活一看8块1小时，你这不就闹了吗？劝诫16、17的不要过来了，太难了，找活非常难找了。现在都快去苏州去那边看了，如果实在没有，我们就要回家了，我去，太难找了。劝诫都在家里待着吧，我靠！我也跟他俩说了，这个钱能要就要，如果不能要的话，我一早要去。我给大家奉献一句，搁外面如果遇到交钱的话，一律牛头走人，一个都不要给。